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十指寸出无平长。咱常常会伫新闻顶悬看到兄弟仔为着爸母要分财产，互相轻分，啥物人分较济？母甲兄弟拼房，一家伙仔吵架拉架，亲兄弟变做冤仇人。颠倒互人当作笑话在讲，这是在甲做事实的讲。有当时爸母对待囝儿时势，若有较无公平的所在，毋通伤过要义，因为10支指头仔伸出来，就有长有短，无可能会平长。以上感谢收听。